好，来，洪清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餐饮业，和这届这个疫情上侪的是真正力。外界是呼吁着政府都要救餐饮业。行政院日前嘛来松口，讲等咧规划要来发振兴券协助内需的产业。也毋过行政院嘛强调讲，若正经要发这个振兴券，嘛要等到防疫的措施进一步来讨白，才来发放。 因为三级的警戒，餐厅袂使来用，和特警的业绩就受到影响。再加上员工的薪水、厝税拢爱支出，2个月来趁钱嘛变了钱，行政院嘛决定要出手啊。这个整个需要准备，同时目前疫情也还在3级警戒中，还不能鼓励民众出来消费。时间到了，自然会推出来。 虽然目前还在规划，不过依照了解，行政已经请经济部、农委会、国发会等的部会就2020年进行做参考，佮创造提振措施，帮助内需的产业。不过嘛是要等防疫措施放松了后，若无餐厅若袂使来用，嘛是无效。不能够让民众以为这是全民的福利，而是政府要在经济动能上，透过大笔的振兴预算的支出，透过全民的消费，来帮助特定需要纾困的内需产业。额度不是问题，方法跟对象才是重点。本党团从纾困今年第2期的纾困，我们就讲得非常的清楚。 普发现金，普发现金。去年3月份总共动用超过600亿的预算，不过当时无限产业，即摆要针对内需产业要提振经济，不管是预算还是发放的方式，拢都要全面的考虑做上有效的运用。